台南安定所处第一代天府真福宫，摆伫咧明仔载透早举办5条王朝南行王尊祭，现主是伫咧庙内王尊场，会当看到王尊已经要做好，庙方会邀请市长黄伟哲来主持开工仪式。即摆王尊彩绘已经将近完成，伫这个国历2月17日，就要拜六下早时啊9点半要来开工点眼。9点半有先有国宝级的艺阵表演。所处第一代天府真福宫主委陈英春讲，5条王朝大典特别起稿，所以伫咧1个月的进程，邀请林中太师傅来到王尊场打造全新的王尊，啊，彩绘就由杜碧琪师傅来出色。以我的画法我是用传统的画法，用毛笔，我一笔一笔来画。真福宫讲，王尊祭文化季会伫咧3月底上场，明仔载透早举办王尊开工典礼，欢迎大家来遮斗热闹。